大家可能都知道呢個遊戲嘅目標就係鬥快喺 Bingo 卡上填滿可以形成特定圖案嘅字母或者數字。但你可能唔知道嘅係，你都可以透過唔同組合去贏。而喺每張 Bingo 卡上面都有25個格仔，每格都印有一個介乎1至75之間嘅數字。另外，正中心位置仲有一個百搭空格，每行最頂亦印有英文字母 BINGO。玩 Bingo 嘅時候，通常都會配上一本可以喺一場遊戲入面用嘅 Bingo 簿，當中集合咗多張 Bingo 卡。Bingo 遊戲分別有紙卡版同電子版，你可以選擇其中一款或者同時選擇兩款嚟玩。但要記住嘅係，玩得越多，投入嘅金額就越多。當你去到慈善博彩中心嘅時候，記得一定要問客戶服務代表拎一份遊戲場次表，有咗佢，你就可以清楚了解當日嘅 Bingo 遊戲場次同獲勝所需嘅圖案組合。喺遊戲當中，你有機會贏得兩項主要獎金，分別係固定獎金同累積獎金。固定獎金嘅金額係預設好嘅，而每場遊戲結束之後，都可以由一位玩家獨自贏得，亦可以由幾位玩家平均攤分贏得。至於累積獎金，係指佢嘅金額會隨住每場遊戲而不斷增加。如果冇人贏得今場嘅獎金，獎金就會累積到下一場遊戲。最後要提醒你嘅係，你需要有一支圖印筆。當主持人嗌出號碼或字母嘅時候，你就要用筆喺 Bingo 卡上標記出嚟。如果你好彩能夠搶先喺卡上填滿特定嘅圖案組合，你就要大嗌 Bingo。而家相信大家都準備好出發去慈善博彩中心玩 Bingo 啦，但都記得要明智投注啊！